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明天再说的小狐狸。在森林小镇里，住着一只小狐狸，名字叫做乐乐。乐乐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早上起床时，桌上总会有乐乐的早餐。下雨的时候，门口总会放着小雨鞋和雨伞。晚上睡觉时，乐乐常常睡着就把被子踢走，可是早上醒来时，被子居然还乖乖地盖在身上，因为妈妈半夜总会偷偷来帮她盖被子。而这些小小的事情，都是妈妈每天默默在照顾她。可是乐乐从来没有特别想过这些，她只是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呀。有一天早上，妈妈一边忙着煎松饼，一边笑着说：今天有你最喜欢的蜂蜜口味哦。乐乐咬了一大口，好吃。妈妈开心地笑了。真的吗？乐乐点点头。其实他心里想说，妈妈做的早餐是全世界第一好吃。可是他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最后只说说完他就背着书包跑走了。妈妈站在门口，笑着跟他挥手。下午放学时，天空忽然下起大雨，好多小动物都躲在学校门口。啊，我忘记带伞了！乐乐急得跳来跳去。就在这时，有一把熟悉的小红伞慢慢靠近，伞下面是妈妈。妈妈一手撑着伞，一手提着乐乐最爱的小面包，它的毛都被雨淋湿了一半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忘记带伞。乐乐牵着妈妈，开心的尾巴都快摇起来了。他很想说，妈妈，谢谢你特地来接我。可是旁边好多同学都在看，乐乐又害羞了。最后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路牵着妈妈，开心的回家了。晚上睡觉前，妈妈像平常一样，轻轻帮乐乐盖好被子。晚安，小宝贝。乐乐抱着小枕头，看着妈妈准备去关灯。他忽然很想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可是才刚要开口，他又不好意思地缩回被子里。最后他把被子拉高高的，露出眼睛。晚安，妈妈。妈妈笑着摸摸他的头。晚安，小宝贝。乐乐看着妈妈把灯关上，他心里想，明天再说好了。没多久，他就抱着小枕头睡着了。隔天放学后，乐乐跑去森林公园玩。玩着玩着，他看见一只小松鼠坐在树下哭。
乐乐跑过去，你怎么了？小松鼠吸吸鼻子，今天是我奶奶的生日，昨天奶奶找我说话，我都没有回答，现在我有点难过。乐乐歪着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奶奶昨天不让我一直吃糖果，我就好生气的跑回房间。小松鼠越说越小声，奶奶后来还拿小蛋糕来找我，可是我没有理她。乐乐眨了眨眼睛，那你今天跟奶奶说就好了呀。小松鼠低下头，可是奶奶今天已经回乡下了，妈妈说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再见面。小松鼠低着头，声音听起来闷闷的。我本来想今天跟奶奶说生日快乐的，还想跟她说对不起，可是现在说不到了。风吹过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乐乐忽然安静了下来，他想起自己好像也有很多话一直没有说出口。那天晚上，乐乐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比平常安静很多，没有厨房煮饭的声音，也没有妈妈在整理东西的忙碌声。爸爸轻轻地说：“妈妈今天有点发烧，在房间休息。”乐乐愣了一下，他慢慢走到房门口，妈妈正躺在床上，看起来有点累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哦，只是需要休息一下。妈妈的声音比平常小一点。那天晚上，乐乐开始有点不习惯。要去洗澡前，他才注意到自己的书包、便当袋和书还乱乱地放在地上。走到浴室，毛巾和换洗的衣服也没有放在原本的位置。他打开衣柜，找不到平常妈妈帮他准备好的内衣。乐乐停了一下，咦，这些东西平常都在哪里呀？这时他才慢慢想起来，平常这些小小的事情，好像都是妈妈在帮他整理的。每天早上会准备好的水壶，下雨天会出现的雨伞和雨鞋，睡前会被盖好的被子，还有香香的早餐，整齐的书包。乐乐站在床边，忽然安静下来。他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妈妈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。这时候，乐乐忽然有点想抱抱妈妈。他想现在就跑去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爱你。”可是想到要直接说出来，他又有点不好意思。乐乐站在原地想了想，啊，我可以画卡片。他立刻跑进房间，拿出一张纸和蜡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妈妈的房间，妈妈还在睡觉。
乐乐把纸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，上面画着一只小狐狸，把脸埋进妈妈怀里，旁边还画了好多爱心，旁边还写着：妈妈，谢谢你每天照顾我。我有时候没有说，但我真的很爱你。乐乐正准备离开时，妈妈慢慢睁开眼睛，她看见桌上的图画，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乐乐。这是你画的吗？乐乐点点头，耳朵有点红红的。妈妈安静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伸出手，轻轻抱住乐乐。妈妈好喜欢。乐乐轻轻抱住妈妈，这一次，他终于把一直放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。妈妈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妈妈笑着抱紧乐乐。妈妈也很爱你。乐乐忍不住笑了，他忽然觉得把喜欢的话说出来，原来会这么开心。从那天开始，乐乐还是偶尔会害羞，可是他开始慢慢学着，吃完早餐时说：谢谢妈妈帮我准备早餐。出门前抱一下妈妈，有时候画小卡片表达谢意。睡觉前他会说：晚安妈妈，我爱你。因为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爱不说出来，别人不一定会知道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没有一个人每天默默地照顾你呢？也许是妈妈、爸爸、阿公、阿嬷，或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会习惯别人的照顾，忘了说谢谢，也忘了把心里的爱说出来。可是啊，一句谢谢，一个抱抱，一张小卡片，一句我爱你，都会像小太阳一样，让对方开心的笑起来。所以呀，如果你也很爱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或是一直照顾你的人，记得今天就让他们知道，因为能一起抱抱、一起说话、一起笑的每一天，都是很珍贵、很珍贵的幸福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